一日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街头巷尾人彩彩，炮声响连天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声响连天。姑娘过年真欢喜，穿着新的假新衫，全身打扮啊真美丽，是要倒位去？七刀隆咚锵咚锵，是要倒位去？查某囡仔伊，你上哪儿去呢？手白见笑，人甲你也无熟悉，要去倒位，哪有你会带？奇怪，明明你甲我是同学啊，哪会无熟悉呢？干嘛呢？是啊，同学你好。我的同学算袂了，男朋友嘛有几千，请你唔通黑白认，我要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虽然拜年真要紧，不过时间真宝贵。我有汽车啦在那边，愿意送你去。七刀隆咚锵咚锵，愿意送你去。查某囡仔伊好不好？安尼咁好势。不要紧嘛。欢喜的人真英俊，态度又搁真温顺，出门家己有汽车，实在太大办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实在太大办。大班，我较大班呢，阮厝洋房呢。真的哦。真的啊，明仔正月初我带人到佚佗。好，安尼咱们就来去。哦，好，来去。做好做好。新年相逢好头彩，姻缘也是天安排。一见钟情做朋友，欢喜过新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欢喜过新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欢喜过新年。